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喘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 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 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几冬，头壳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大魂。 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的梦醒。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 袂停，感觉世界伊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卖，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彩，宝座放飞，心偏只绝比之情较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 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喘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 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 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
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变成看待，都讲点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彩，波波风飞，心脾之绝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变成看待，都讲点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Hello， 大家午安午安，这里是卡痰朱迪卡，没有感冒，没有感冒，对，只是刚玉米吃太多。大家午安，欢迎来到丢迪开表的大家午安，大家好，平安大趁钱吼，各位
假爸爸来哟，今天我们要很乖的好好的画图，知道吗？我刚刚看到迷叶打的那个朱蒂卡终于想起来他的电绘板跟那个画笔了，是不是？对，总算想起来了，总算今天暂时想起来，可能明天又会忘记了这样子。总算被我想起来的这个数位板跟我的数位笔是这样子吗？然后我刚刚收到了一则榛果，我们下方的这位榛果的抖内，谢谢你哇！榛果看起来很好吃。原来上次就是在我们山羌想要尝试抖内的是榛果先生吗？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小姐，但是谢谢，感谢支持。对，上次我就是不断收到，就是好像有观众在山羌的门前被阻挡，疯狂被阻挡。对，因为山羌前阵子被灌爆嘛，然后想说最近可能麻烦大家，如果需要抖内的话，可以转往绿界的这个整合平台。对，那绿界平台目前就在置顶的连结，我想说好，我就置顶在这边。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家在上班期间、薪偷期间或者是薪水大盗期间，对，过来个1-2分钟想要抖个内，对，马上就在置顶。马上抖完，可以马上把那个视窗关掉，就是主管也不会发现，是不是？原来是榛果，谢谢你，感谢你的支持。榛果是在我们的专辑宣传的这段时间，就是知道猪猪频道的吗？还是说之前就是我们去年专辑发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我们有这张专辑了？对，总之谢谢你的支持，而且好紧张，我们真的在4月底就要让大家就是预购我们的实体专辑了。对，好紧张，好紧张。对，然后对，就是这2天因为很多的东西要准备，就是一个文书朱蒂卡，对，就各式各样的文书在忙碌，所以礼拜六、礼拜日基本上也就是不断的文书，不断的赶工。就我这边是赶就是我们5月份生日周边套组的一些接洽，还有一些就是图片校正等等当然接洽的部分就是还好有RO那边可以就是充当我的窗口跟厂商联络。对，但是我这边可能就是要看一些就是厂商那边回过来的图片啊，或者是厂商那边就是有什么规范，我这边可能在图片进行制作或者是排版什么之类的，对，这个要进行就讨论什么之类的，所以对各式各样忙起来实在是很像也没有所谓的假日了，根本没有假日。现在就知道原来是因为跟风美的联动，谢谢榛果，谢谢。想要赞助结果被挡嘛山羌怎么可以这样？我跟你讲，以后找绿界有够乖绿界就是怎么丢怎么有，好不好？不管你是丢，我想一下0块钱可能没办法丢啦，但是我至少10块钱到你们想丢上限好像绿界也无上限吧？你们想倾家荡产，把你们所有的娱乐费、所有的家常全部投入本频道？对，我们绿界也是非常欢迎的。对，但是绿界1个月顶多也才20万啦，对，应该是不至于你们倾家荡产，每个月就是灌爆20万。但是如果有每个月我们都有好玩的东西可以玩了，对不对？对，专辑对不，你在那边装惊讶什么？6一大赛，谢谢你们5-1跟各位打招呼。在台湾，我觉得你跟那个薄荷可以就是组成那个诺贝尔那个金亚奖的那个怎么讲那个叫什么相声吗？双声相声之类的。你们2位温和系的面线切开是黑的，这个温和系的面线就是真的很会丢球，就一边惊讶完之后，然后换另外一边惊讶，就薄荷惊讶完什么出专辑，然后他娃就是负责接话，是啊，怎么我都不知道。你们2个真的可以出相声对，不愧是我们2月他娃先生来就是不管就是这个相声的组合，对，就是如何的影响我依旧精明干练，好不好？对，精明干练，谢谢大家，精明干练。然后我先跟各位打招呼，你们可以顺便帮我听一下我的 BGM 声音刚会想大声还是想细声什么画图，终于想起来他的电绘板跟画笔了嘛？对，终于
对，今天可能画完之后马上就会遗忘。对，四股把睡的觉呢。咪夜午安，然后电先生说猪猪会画图吗？对，我今天终于想起来，我 maybe 或许可能会画图，对，但今天画完之后，可能又会一时半刻想不起来这个数位笔到底怎么用，这样子，快捷键在哪里？我只知道 Ctrl 加 Z。对，我提早开了，我想说准备的差不多，快点开吓吓你们，吓唬你们。然后有可能先待机10分钟嘛，其实也差不多啦。8月他蛙先生，然后2月他蛙先生，金明该用，谢谢你2月他蛙先生的提醒哈。维特比哥伊拉塞，然后是8月他蛙先生，对，你们吐槽都一模一样，对，小心会被对折啊。然后也谢谢真果今天特别过来中午的时候来找猪猪玩，谢谢你，今天真的也是很难得让大家碰到画图台。你看，说到画图，我们这个画图职人，我们咱 Pro 在很顶啦，咱 Pro 来阿雄的老师，我们这个专业的 Pro 的，老师你今天来看可能会中风怎么办？阿雄的老师不要看，专业的不要看，会中风。好啦，但是呢，即使我可能今天就是好不容易想起画笔，但是今天画图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你们期待的有多好。对，你们要看那个很厉害的，请去看阿雄老师的配信，谢谢。好，然后晴天伊拉晒，小金伊拉晒，欢迎来到土地开冰的我看这里有都睡觉，欢迎来到土地开冰的，有六啦然后问南妈妈这什么酷酷的东西吗？哼。我也觉得他马赛克起来怎么有点哑巴，怎么他马赛克起来，他明明很正常的，怎么他马赛克起来有点微，还是只有我觉得微，糟糕。对哦，双口相声是不是？别人也拉塞，别人可以大声一点点吧。好，谢谢2月他娃先生我们真的是马上12个月的他娃都要被凑满了集结12个月的他娃是怎样？可以就是召唤一个真正的他娃出来吗？这谁要准备击打吗？一代米要扛击咯。对，你们的视觉今天完全会被我破坏，请你们小心一点。牛妈这个东西，你那个晚点跟那个春姐姐，对，你们两个讨论分享就好。对。我是想说，奇怪，就是明明是很正常的东西，为什么马赛克起来就怪怪的？谁爸爸对，很正，对，这个绝对很正常的。你本来没有意识到吗？我真是千不该万不该讲刚刚那个什么怪东西的。对，反正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我只要不要讲，你们就不会意识到了，不是吗？对。好啦，那么今天我们到底是要画啥会咧？这画图到底是要画啥会？等下恁就知影。不过来画图的进前呢，先来宣传一个，一样是我们佳佳朱迪卡要生日啦！我要过生日啦！5月30号就是我的生日啦！我觉得非常感谢小申老师，就是推荐我用那个你们说那个 V 之桥，是不是？对，我真的觉得他现在非常的敏感到很有效果。5月30號是我的生日啦！好好笑好了，没事，我只是觉得这个 B 之桥就是还好，就是小陈老师有花时间跟我一起研究，因为他有一些就是东西是要必须会师在现场，跟朱迪卡在现场两边就是互相看来看去才知道那个很多的一些什么细节要怎么调整。也谢谢哇，小新老师是其中有一天一整个下午都留给我，就是为了要调里面的一些数据跟参数这样子啊。这个出的吗？这个至少我们那个出的被挡起来了，但是呢，我们先宣传一个要过生日啦！我们朱迪卡今年呢？回归收礼物咯，好好玩。然后等一下，这个福利也不理你了吗？这个福利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晚一点又会回来跟你撒娇了，好不好？对，没有错，这个收礼物哦，即日起至5月23号哦，好好玩。
好啦，收礼地址，我们一用就是用了，就是哇4年多的这个老邮政信箱啊，这个老面线基本上都知道啊，眼睛闭起来都有办法打出来哦。对啊，本来就有办法打出来，我在讲什么？对，有练中打的，你们眼睛闭起来真的打出来，我就打不出来。对，因为我没有记键盘的位置啊。好，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就是那个药品生鲜易腐败已拆封食品哦，还有那个安全疑虑的一些易燃啊，什么有易爆的之类的哦，那个やめてください嘿卖进来我嘿惊到，而且上盖恐怖的这葡萄干やめてください怒らないでください怒ったら困りますねお願いしますねみんな这葡萄干真正不是最好吃的物件不过阮家现在就济，我嘛不知道是安怎明仔载我搁要吃葡萄干葡萄干已经满溢出来了，请先别寄送，谢谢。话说明天我又要继续还债，我的葡萄干重训了，我会一一克服它的，好不好？对，总之在那之前，你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朱蒂卡今年的生日想要好好用什么东西来疼爱朱蒂卡，谢谢。我们这一张小卡片其实就已经很棒了，好不好？对，之前那个葡萄干就不用破费，葡萄干可以那个买回去给妈妈吃，好不好？母亲节快到了，如果你们真的很想买葡萄干，对，真的怎么样都想买，那无处宣泄的那个葡萄干的欲望，怎么样都想买，好，你们就买，嘿啊，妈妈家母亲节你别搞啊，母亲节要到了影响你们的孝心给妈妈多补一些应该算什么？葡萄干里面没盖子啊，葡萄干就只有高糖喝啦，不会帮妈妈补血也是尽孝道啦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作为啦，你会不总之葡萄干这个东西，请不要寄到邮政信箱，谢谢大家。好可怕！梅普爸爸在想要送什么吗？我觉得大家就量力而为，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本频道收礼的range其实挺广的，所以我并没有把规定写得太复杂。对，因为其实这些东西以外的东西，其实很像该收的都收到过了。然后甚至保健食品，我觉得其实也是 OK 的，因为我自己是反正你们寄我就会吃啊。如果是适合屯妈的，我就丢给他，就这样子。对，然后只要不要是很奇怪的，我都会收。例如那个兔兔，好不好？北干邮政不是北干邮政，不是这样牛吗？这样开采的石油石油现在有够贵的台湾你若是有摘掉寄来，你就寄来你真正若是有摘掉求之不得，石油吗？好，拜托，请寄500公升给我，谢谢，非常需要。石油求之不得，台湾新城伊拉塞我的母亲节，如果你已经送了葡萄干，是不是？真的把你送葡萄干，是不是？好，就不管送什么，就是心意最重要。然后就很期待开箱那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谁送了什么东西啊？对，然后就公审你们，不是公审的，对啦，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可以让你们知道说，我像在开你们的礼物咯，然后我是什么样的反应，就是我觉得对我而言。今年想留下这样的一个回忆记录，这样子，对，石油可以自己试，对，拜托，请寄石油给我，很需要。那个什么安全疑虑什么之类的，我完全就那下面一条那个一横这样画上去，选择性，你知道？好了，大概是这样子。对，那今年的生日有很多的活动包含那只朱蒂卡要吃自己做的那个惊悚葡萄干、三色豆、凤梨。蛋糕，想到我就有点头皮发麻，但是我已经安排好时间制作，以及安排好时间开台边尖叫边吃给你们看了，好不好？对，然后也请大家等着猪猪今年为各位更新的，例如说会放在蛋糕上的一些装饰，或者是我们高阶回馈的一些，例如说一些印象图之类的，这些都会一并在生日季做更新。那一旦生日季把这些图啊，或者是封拉章等等的做更新之后呢，我就会来赶工今年度目前急切的各位的蛋糕，对，我就会在就是更新之后，然后疯狂努力的1个月，就是
1个月我觉得大概做个1、2颗，这样缓一缓其实差不多。对，就是也不要太压缩到开台时间，然后也不要太压缩到就是回馈品制作的时间这样子。对，然后主要是希望这些更新的这些印象图啊，或者是封蜡章，大家可以在今年的5月以后好好的对收藏这样子。对，就知道怎么炼化石油。这个就是反正如果你们真的有，你若是有材料寄来，我就去问啊，无免弄啊。小欧今年哦，高雄临近炼油厂要去借一下。对，小欧今年我们高雄附近也是有炼油厂，毕竟是大高雄工业国，怎么可能没有嘛？是不是？对，顶多可能会被就是通报，就是可疑人士这样子，然后被羁押这样子。你们记得来保我，谢谢。雅晨20个月猪仔专业，谢谢雅晨，今天也是如此的专情。对，也感谢。雅晨啊，怎么可能是我们猪仔专员？他们绿界大佬嘞，是不是？好，你们眼睛业障重啊，绿界大佬是不是？宋时不是汤姆先生，没有，那个只是在讲干话，刚被盗账号，汤姆先生已拉塞，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啊，被尾头进前跟我接啦，来，就是不厌其烦的再跟大家宣传一次，来，我们讲到文化部爸爸，大家都应该知道表单了吼，就是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一下表单的部分哦，请大家记得要去填哦。高阶会员就交给猪猪了吼，然后如果刚好您4月才加入的，记得要填啊。如果3月加入的话，也要填；5月加入也要填；6月加入也要填。对，总之如果刚好您非高阶会员的话，就可能要麻烦每个月都填一下，对，要麻烦你们了，不好意思。但是刚好您是猪猪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的话，猪猪帮你填加好啦，对，好，那我们4月份的礼物的部分，目前图片也已经交给伊藤先生那边要进行制作了。我们的 IG 透卡的部分，那个黑色的部分之后印出来会是全透明的，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到处带着这个朱迪卡的 IG 透卡到处打卡。对，然后到处就是这个好收藏啦，想收藏在你们的包包或者是钱包里面，随时跟那个压轿金一样，随时带着保佑身体哦，对吧？不是，好啦，反正是白沙屯妈祖的压轿金是比较有那个强身健体，不是，比较有那个可以保佑自身安全的功效。我这个可能看的就是心情舒服，看的精明干练，就这样，好，童叟无欺，谢谢。好啦，你们对于这个 IG 投卡有兴趣的话，那欢迎支持一下我们150块会籍台湾阿组员的这个会籍，我们这个获得文化部爸爸大加码的这个会籍也是限时6个月的会籍。那目前这个会籍目前就是确定会从3月开到8月这段期间。哇，天哪！我想到一路到8月，代表1年已经过了一半又多一点点，好可怕哦！你看现在已经4月已经快要底了，救命啊！时间真的是走那飞啊，好好玩哦，我的脸，谢谢大家。那个三色豆跟凤梨罐头，就是目前三色豆是我自己为了您各位尊爵不凡的这个还债，已经自己自行添购了哦。至于那个凤梨罐头，家里还有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无限增生中哦，对，或者是那个葡萄干，那个葡萄干跟那个葡萄干无限增生中，实在是溢满出来了哈，所以那个强烈推荐你各位生日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寄那些东西来，谢谢。对，高阶会员每个月都要填哦，麻烦了。不是他吧？那个你是尊爵不凡的高阶，年资第一高阶，你不需要填，拜托，不要调皮跑去填啊！悄悄一拉下来哦，大概是这样子。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要宣传的。接下来很像都交代清楚了的样子，那么接下来应该会当来开始尾读咯。我们看一下吼，请问重复填应该是没有问题吧？没关系，我知道，就是大家太忙了，甚至有些人会忘记自己填过，你们就没关系，你们真的有重复填，我们最后会再筛选一下表单，你们不用担心。对，其实我真的眼睛也瞟了，我真的累了，没有办法将您各位可能填2-3次的名字筛选出来，我会丢给伊藤先生，我会丢给悟星老师，再替我2次3次的再做健检，对。表单健检，对我之前真的有一次，就是不知道是好像是绿裤大哥的没有被我抓出来，但好险那个谁啊，悟星老师帮我抓出来了。对，因为有些大佬很可爱哦，他们很客气，还自己去填哦。
对，谢谢大佬们还特别自己跑一趟，他们可能不晓得我会帮他填啊，因为可能像这些比较忙的大佬，不常来第一台的大佬，他们可能我要自己填哦，自己填哦，填哦，填都填，对，但是殊不知就是高阶会员不用自己填的这个部分，谢谢你们，我记得小天好像也自己跑去填了，很可爱，谢谢谢谢谢谢，对，这边都老好不好？7你最老好不好？那个人字旁的老，好，对对，年轻有为的老，真令人羡慕。看来咱们不是小喵喵，那个就是猪猪姐姐至少要把后事交代清楚，我们才可以就是开开心心的来开启，就是我们今天要画图的主题，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画图的主题，好不好？好啊，同学们上课哟！今天有乖吗？今天有没有乖？我知道我说如果没乖打屁屁的话，你们一定说好没乖，对，所以我才不说不乖打屁屁，就这样好，我们上课。就不要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就我们上课。而且朱迪卡今天呢，就是为了这一天，特别拾起了那个以11800年的画笔，是安做呢？就是因为这个啊，这个去哪里了？等一下，我怎么找不到？好啦，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很棒很棒的东西，就是真的哦。来，我在此宣布，2026年第一届朱迪卡着色比赛正式开始，欢迎你各位小朋友、老丁、脚老卡、阿布、脚阿巴，共同来参加这个比赛咯！讲，水啦，破声吹落。你看要穿新衫啦，来啦，同学们，来到底来围斗。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这么非常具有农民力的这个风格，我觉得我应该这个拿卡西要吹落去掉，我应该好好的放上拿卡西才会对啦。哎呦，各位同学，来，水啦，讲你的福气。各位同学，迪卡要穿新衫咯，就伫咧5月25號下晡的1點，袂做衫先做領，袂嫁翁先生囝啦，這個迪卡，大家做伙來搖看賣我穿啥？謝謝。这个图我当时看到，我真的是笑到喷出来，很好笑你们不觉得这个新一装预测超好笑吗？他已经跳脱了长辈图了，所以我才跟你们讲说，你们不用担心，如果你们有就是刘妈的火眼金睛的话，你们不用担心被伤害了，因为他已经跳脱长辈图了，他整个已经就是跳到农民力那边去了，你知道吗？好好笑哦！我当时看到吴昕老师做这个，我真的觉得sense 有够好的好啊，这 sense 之好的而且他还把那个宜做什么，忌做什么做出来，我觉得真的有够好笑的。好啦，迄天会当画图，会当配个迪卡穿新衫，会当生日来看台啦。等一下，为什么那天记机敏感咧？等一下，那天怎么是记机敏感咧？是有改过吗？我记得不是这一版本。等一下，为什么会是记机敏感咧？不是啊，我觉得不是，上面怎么会有记机敏感的？这应该是金蒙干的吧？我觉得我被弄了。我之前看到的版本应该不是这个版本我之前看到的版本是这个版本吗？怎么是记得？我那天一定是会很精明干练的。好，算了，我等下画图的时候自己加上去。知道既吃凤梨披萨，既剖，没错，既剖，没错。然后计算数学，对，没错，对。然后就要猜色块，来查答案是什么吗？好啦，答案我就已经跟你们直接公布。有刚刚打屁屁，你们就期待一下今年有没有就是真的是那个 V Stage 演唱会之类的。我真的很想揍你们一拳，太色块了，没有错，雪梨宝贝，我安哦。
哦，好是，这看起来像什么浪人？等一下，计算数学跟抛对，很棒，这样正负相抵了。我觉得就是巫师老师一定是就是当下不小心就可能得罪了某位大佬，然后某位大佬就可能那个拿刀子夹他那个脖子上，然后不得不把那个草字头弄掉哈。对，那就福利熊应该不是你吧？福利熊一次不行，葡萄干我不要吃，不要不行，那天就是既吃凤梨披萨既烹，我等下自己再写既吃葡萄干好不好？对，又不烹又不精密，看那是什么概念呢？这我不好说，我当天就看我要怎么完美的去体现我们既精明概念，然后又既烹。我觉得我努力把它表演出来，我应该可以的，我应该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我等一下直接就是草字头加上去不就好了吗？没有，葡萄干太可怕了，葡萄干不行，我现在马上加上去。对，来，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是画图课，你们要乖。来，我们现在马上切到我们的画图课，来。那今天尾图知不？吼，来，我觉得这个画图课以前吼，我们必须先更改一下我们的那个农民历，我们农民历被动过手脚了。对，我们这个农民历非常的政治不正确，它政治正确没错，但是它差一点点政治正确，好不好？我们身为就是优秀的就是台湾的学子们，对，你们要知道，你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政治正确对你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你们选择对了，你们话说对了，你们的话术如果对了，什么都对了，知道没有？知道吗？那今天老师需要的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学生，好不好？如果不想被当的话，请记得跟着我这么做。对，政治正确，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个就是被动过手脚，对，我们就加上去就好了。对，这个很简单，好不好？即使就是今天就是即使我们这个可能这个合作伙伴可能就是不小心就是笔误了录制错了，对，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不怪罪的，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对，我们只要自己加笔完成它就好了，对不对？好，我们金蒙概念这个完成了，对，然后这个既吃凤梨披萨这个政治正确嘛，计算数学政治正确的既烹政治正确嘛，对但是怎么想都觉得说好像少了一个吃葡萄干嘛，对不对？葡萄怎么写？完蛋了我看福利熊就知道。等一下，葡萄怎么变得这么难写？你这个坏葡萄！我不喜欢吃你就算了，我现在居然连你怎么写我都忘记了。这样，既吃葡萄干，对，我写好了，对。好，拿去送方便使用。画图不要，葡萄干画图手会黏黏的。福利熊，谢谢你在旁边的加持，我会写吃葡萄干了。我觉得蜘蛛现在对我们说的话也是话术，要坚持本心。开玩笑，这个不叫话术。各位同学，你们今天是来学习怎么样社会化，怎么样画图，怎么样说服对，又说服谁啊？不是，你们社会化就是要说服你们的顾客嘛，说服老师，说服家长，说服，对啊，你们要说服谁？你们先不用说服谁啊？刚才强调你说，对啦，就很难写啦，臭葡萄干，我不会屈服的，好，内存新档，宁存新档。这个政治正确版，葡萄干，我不会屈服的。好，完成。然后日历表示超出纸张大小。好，现在呢，我们已经政治正确的完成了，就是我们这次这个新一章。预测这个宣传图，非常感谢巫生老师。虽然说巫生老师可能就是中间的过程被威胁了，我们这个金蒙概念帮他加上去了。然后这个计算数学，既吃凤梨披萨，既烹既吃葡萄干，对完美 ，come back， 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是最下面是 YouTuber X，
搜寻迪卡屯主机看美女，哇，这真的好农民历风格。好，即使就是今年5月25号下晡的1点哦，吼，我们这个丙午年农历4月9号也帮你们写下来咯吼，今天就水了哦，好不好？迪卡请行沙，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对，我们25号那天，我们就会先开启我们的新衣装大公开，在那之前，大家可以 hashtag 迪卡请行沙。等一下，我们 hashtag 好，等一下，我要把它贴在聊天室，等我一下。这例语事实不符，明明就很符合，好吗？好 ，OK， 我已经把新一章预测的那个原档已经丢上了云端，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去下载下来一起玩。然后，基本上我原本早上在跟水灵宝贝聊说要让大家填表单，还是说就是 hashtag， 然后之后想了一下，想说大家好像 hashtag 应该是比较方便，因为表单毕竟处理起来比较繁琐，不如就大家就是有话就上传到你们的 Twitter， 然后 hashtag 迪卡请行沙，安尼我的看有啊啦，吼，迪卡请行沙，好，然后我也在下方的资讯栏补上去，大家一起来画图哦。好。OK， 然后啊，我们在生日中那天就会公开，就是大家非常有文艺气息、非常风雅的创作了哈。不管就是随意创作还是神级创作，都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对，就是我最喜欢看一些怪怪的创作。然后我觉得那一天可能我们就选4则，就是真的很好笑或者让大家印象深刻的，然后就公开让大家投票，对，然后最高票的就是猪猪这边会准备，就是我这边的一些秘密小礼物送给就是这位最高票的参赛者，这样子好不好？真的谢谢你吧，对啊，今年度想说多一点生日的活动跟大家一起互动一起玩这样子，对，看到几款耳环在犹豫要不要买吗？问就是全都要不是吗？胡说八道，小朋友们啊，谢谢小人宝贝国王的诗音吧，对的，迪卡请行沙，谢谢。至于就是如果国王的诗音牛妈绝对画得出来，那就是什么都没穿，就直接那个原稿好，就丢给我好。如果就是 OK， 你们想玩国王的诗音梗，我也陪你们玩，好不好？哦，就是这样子，就怕你们不玩而已。你们想玩国王诗音梗，朱莉卡一样陪你们玩呐，哈，就怕你们不玩而已。就那全部丢过来，全部都是没有处理过的国王新一版。对，这样要怎么选？你们想这样子玩，我就玩回去。我当下有办法玩回去，我就玩回去。对，谢谢小雷宝贝，好不好？小新老师你来啦！谢谢你教我怎么用蜜之桥。我觉得他现在非常非常的敏感，让我觉得好开心呐！这好笑，这个很好笑哎。然后嘴巴，之前我觉得在用蜜之草之前，他嘴巴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弄的，现在有办法了，好像就连舌头的侦测都非常敏感。所以谢谢上次小石老师花了一整个下午陪猪猪设定蜜之桥，感恩刚下的啦。小新老师，我好期待我们新衣装公开那一天哦！一定要让大家看看小新老师的心血。小新老师呕心沥血，从头到尾，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好吧，老师很专业的，不会吃尽苦头，只是因为 LF 爸爸就是画工细致，所以小新老师他真的也是，真的是毛起来疯狂建模，你知道吗？对，就是大家的心血，我们就是即将在2月25那天下午1点公开这样子。创作范围有规范吗？我倒是很像没，大家应该
该通常会怎么规范啊？我这边很像，我其实跟你们讲，我不知道怎么使用 AI 创作，我真的目前没有碰过任何的 AI 创作，我倒还是不晓得怎么规范。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一定要加上去的规范？我待会晚一点发 Twitter 的时候，我稍微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还是说觉得OK 的话，就其实不用特别讲，应该也 OK 吗？对，大家觉得如何呢？虽然说可能不见得有这么多时间，但是问一下有没有数量限制？我觉得问大家，如果说今天我们是要选4位让大家印象最深刻、最好笑，或者是最有艺术气息，或者是他妈最下趴的这个状况，你们觉得一人只能投1份，还是说投啦都投啦，没关系啦，你有就是记得摘掉4份全部都选你，我们就选啊之类的，你们觉得如何呢？会好期待吗？我是说2月25吗？怎么会到明年的2月25？时光旅人完蛋了，小新老师。多为你扎狗喝啦！5月25，对不起，我讲错了，不可以把你的3、4图丢进去算。好，可以，对，好，那我这个可能等一下晚一点发 Twitter 的时候再把规范写一下。如果是描述 AI 生成可以接受之类的，好，我觉得让大家参加方便，我觉得 AI 生成我是不排斥，只是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还真的没有用 AI 生过图。对，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会主动想去碰，但是文字类AI 这个真的要跟我并行了，不然很多东西很多资料要检查或者是整理真的很累。对，可以投都投齁。好，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接受，就是可能一位参赛者多数投的话，就跟我们之前的浮花堂一样的话，老师努力创作猪猪兵好不累想，老师很努力创作没错，然后我葡萄干也是有努力吃完的一天吧，对不对？全村的福利熊，而且全村的福利熊那天的那个转盘真是超有综艺效果。我邮寄那天长官他最近很忙，为了我们的转盘难得出现，最后落下了一句话：以后谁骂趴趴熊就是等于骂我。我们这样子这么乖的长官，完完全全那天黑化，然后之后丢下这句话就走了。AI 生成可以用成文字生成，也有那种丢图算出来的是要避免版权，会比较推荐只用 AI 文字。好的，谢谢水莲宝贝。哇，这些规范我水莲宝贝救我。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规范 AI 图，因为我本身不会去使用，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规范。好，只能用文字生成。等一下，我觉得我晚点发推之前，我先快点敲一下水莲宝贝，我应该要怎么打出这些话好了，打出就是你们比较看得懂的这些 AI 规范，这样好不好？对，我是从以前到现在没有请 AI 帮我工作画图过，可能觉得断掉葡萄干吗？总是有可能的吧，福利熊。我跟你讲，我明天的重训葡萄干回，搞不好我的抗性越来越高了，你们就觉得我对于葡萄干的这个反应越来越不激烈，然后你们就完完全全没有兴趣了。我要努力的明天一点都不激烈，对，我要努力的明天就真舒服真好吃这个重训补充葡萄干这是天作之合。对的，我明天一定要努力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状况，对，我才不要说虽然说他就是动过温润的，但是怎么还是这么恶心？对，这些话我不会讲出来，不会。对，明天你们一定会看到我的成长，我的进步，一定。全村的福利熊，你等着。我这样应该不是呛虾，我这样应该不是呛虾。有人说把老师画的图丢进去说，请帮我真的それがやめとこう，这个不可以。对，这个不可以。牛妈，谢谢你们。对，这个不可以。而且我还没有给猪猪看过你迅速生成出来的猪猪图片，好像还没有齁。之前那个丢图算图也是一种，不过那个是丢自己的图，但是丢别人的图上去有点你说丢图算图吗？你是说那个我想一下。那个我想一下，我的3D 形象生成出3D 公仔那个吗？那个我不会用，我不知道去哪里用，那个是 Double 老师帮我算出来的。Double 老师就说你算出来蛮好看的，你要不要就是
给那个会师确认一下能不能 po， 不能 po 就算了。结果还好，火火老师跟 L 爸爸都 OK， 说可以 po 这样子。什么怪怪的阿月饼，我没有怪怪的啊，我被请行杀啦！怎么说他是 po 是？小吉利，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这激动不激动都可以记，不是？不是，激动不激动可以，我们可以换记别的，不是吧？是不是啊？他可以拿下午安你好啊，今天里猪猪正式公开我们的这个被请行杀吼，要画图的啦，来，快点！我真是几百年没有开这个 CSP 给大家了，但是啊，其实我 CSP 很时不时就开起来因为就是有很多文书菩萨的工作要做，就是 CSP 基本上我每天基本上开起来，它的频率很高，要做封面啊，或者是最近在赶一些可能5月份要给大家预购的我们的一个套组商品的一些图片排版，巴拉有的没的，有没有？对，好，总之呢，再给大家看一下。迪卡被请行杀咯的弟弟，等一下我 CSP 嘞，的弟弟5月25号5月25号下午1点哦，我们那天就是会正式公开 L 爸爸的美图以及小新老师建模非常流畅的建模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大公开，这次真的是大工程，就连同我们5月份的生日周边也是大工程。各方面的大工程，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就是迎来就是这么农民力气息的这个新衣装预测图，好不好？再次感谢咱的吴兴老师，来请加倍来委托啊。那至于我们的新衣装预测这个图啊，朱迪卡这个要怎么画？不会画啊，没关系啊，这个我也不会画，好难画啊，要不然怎么画？总之你就可能 maybe 下载了我们这个新衣装预测图，然后至于这个图你想怎么改色，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哦。想改我就改芋头色，因为如果是原来的那个暗紫色，在黑板上面其实是不太显色，所以我就是好全部弄成芋头色，就是这样。你还怕什么？你说啊，哼，就怕你们不敢记，我还怕。那个不要说好了，我觉得那个说会出事，那个不是那么好处理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寄来，我觉得完蛋。哼，你以为这么容易就会逼我说出来吗？在那之前，我先瞧一下我的麦克风怎么有沙沙的声音，等一下哦。哈 OK， 他刚突然有一些沙沙的声音，这也是伊拉塞后面那个吃谱大概是不是在偷写上去的？不是偷写上去，那个就是那个政治正确，它就是应该要出现在那边，好不好？那个非常的政治正确哦。当你就是觉得你政治正确了哦，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政治正确了，好不好？那天怎么可能记什么精明干练嘛？哦，这个名一定是对它草字头应该是被剪掉了，帮它加上去。对，我们这个记精明干练才对，记算数学。既吃凤梨披萨，我们既烹既吃葡萄干，这个才是政治正确，好不好？各位小朋友们，我跟你们说，我们的画图课不一定就是我们不只要学习就是画图的美感，我们还要学习所谓社会化的政治正确，知道吗？这样以后你们出社会才会如鱼得水哟。谢谢大家，才不会就是莫名其妙收到好多包葡萄干哦。谢谢大家，真的要画图了啦，真的啦，下次一定。来，我们这些新衣装预测剪影哦，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在下方资讯栏都有得下载。来，小朋友，欢迎大家老定就老卡阿布就阿爸，然后再来参加一下，然后参加一个哈。我看一下笔记本都拿出来，对，是的，我们那个2月他娃先生非常的认真，笔记本要好好的抄上去，好不好？我们要政治正确，学会就是很多很棒的话术，还有政治正确，你们以后在人生道路上才会顺利顺遂哦。听老师的话就对了哦，谢谢大家。好，来，我们现在开始来进行我们新衣装预测图。老师，我不会画图，我跟你讲，我也不会啦。我这是800年才想起来，我可能 maybe 有机会会画图，但是呢，要怎么画？老师随便啦。不会画图，来，
就随便画啊，随便画嘛，对不对？哦，这样子哦，这样子哦，我真是哦，这个是我此生哦亲力之作哦，这个画一画哦，搞不好这个对这个毕卡索哦从坟墓跳起来就是夸奖我哦，真的是哦，真是哦。毕生心血之作，我不会画图是不是？好，我现在马上创作给你看，让你们就哦，你看完朱迪卡的创作，我跟你讲，马上自信心爆棚，成就感爆棚，好不好？哦，这个新衣装预测，我跟你讲哈，让你们成就感满，好，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师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哦，是不是？我说哦，这个就是画图，这个就是呕心沥血，这个朱迪卡2026年新衣装画作，好不好？水啦，有无？真正有够水的，有无？好哦，这个是不是？你说哦，毕卡索实在是说服不了你吗？好，要不然我们要说谁？我们要说谁？还有什么艺术家？谁？贝多芬？不是贝多芬是音乐的。等一下，我说对不起，艺术家。还有啊，完蛋了！我的美术课，我的美术老师要哭晕在厕所了。反骨，对，牛妈如此政治正确，对我们梵谷现在哦在天堂中也在为我喝彩，对的，我听到我们梵谷在喝彩的声音了，对，我这个美术课其实也没在上课，这个介绍啊，那个螃蟹，等一下，小新老师你在哪里跟他螃蟹哦？堪比我们梵谷的什么星夜哦，真是太美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海苔先生是不是？哦，我们海苔先生来了，这样子，游的是不是？是狂野派的奔放，是不是？就我们牛妈，我们的艺术家，是不是？我们频道御用美编都如此称赞了，是不是？哦，真的是，你会给情绪价值耶，牛妈，难怪春姐这么爱你，打理了天马行空，新秀2，然后我们就顺着我们那个我们小新老师的话说螃蟹在哪里？我怎么看到？今摆我早就已经离开，但你金马在倒位，我没看到，我没看到金马呢。小新老师，来，我们继续创作，不要停，你们现在创作下去就不要停就对了。你们想到朱迪卡，我现在画到这边了，我应该要怎么继续？我跟你讲，不要停，继续创作。我们这个什么，这什么烟水喷墨，是不是？什么烟水喷雾如此的诗情画意烟水只要喷上就对了这个如此奔放这个就是朱迪卡的这个剪影的星空眼的星空，流星坠入圆融怎么唱？等一下，学长们导唱一下怎么唱？阿嬷标准的什么宝宝所以宝贝，你学会了什么阿嬷标准的？这个是我们 L 爸爸呕心沥血的这2026年的这个朱迪卡的这个非常非常具有那个后现代十足的这个盘法，以及我们小新老师的这个头发建模的真的是快吐血了不是，我们小新老师呕心沥作，绝对那个动态让你们大饱眼福。只是在那之前，对我必须要透过就是我们的新衣装预测，给予大家满满的成就感，对不对？这个泼上去是不是？我们牛妈又来了我们牛妈那我们牛妈说了，只是2026年那种艺术当代艺术代表，对不对？我们当代艺术代表，来，我们继续。朱迪卡，我依旧不会画图，这样子可以吗？没有，不可以，继续画就对了。你好，请问？你好，欢迎来到猪猪频道。有没有发现我的口音不一样了？这是迎宾模式，知道吗？这是迎宾模式，知道吗？好可爱哦！我应该叫你看一下。这个字我应该怎么念哦？欢迎来到土地盖边的叶，对不对？可叶，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我们现在就是为各位同学增加画图的成就感。对，我亲自为各位示范什么叫做叫做什么牛妈叫做2026年当代艺术大作。好，谢谢张大千的有美牛妈，你真的是今天被我聘请过来的庄脚太会给艺术价值了。这里头有胖次吗？有没有胖次？这个你们必须说服 LF 爸爸说他没胖次。现在我说有就有，知道吗？牛妈，你叫你儿子过来。我跟你讲，道上有一句话是这样：社会化完之后，有一句话非常的有用，叫你们经理过来，好不好？但是今天在课堂上，牛妈叫你儿子过来跟我比拼。
看哪一位比较厉害。我们猪猪姐姐现在这个当代艺术大作，来，不然这样好了，我现在要跟牛妈的儿子下战帖，我们的小王子是否能够超越这幅图？我跟你讲，猪猪姐姐战帖下在这边，来，我们就期待一下您各位您各位二代的创作，我们妹补爸爸的二代创作，好不好？我们 Saber 爸爸的二代创作，我们牛妈牛二代创作，我跟你各位富二代们下战帖，对，能够超越我这个当代艺术大作的，好不好？是不是？我们小朋友都有奖，好不好？我们猪猪姐姐就爱心贴纸，这样可以吗？对，我跟你讲，真的小朋友创作的话，猪猪姐姐就寄小礼物给小朋友，真的哦，好不好？对，热烈邀请您各位的富二代参与我们的声音装绘制，谢谢。对，参加这里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换到，你们有种就给我换到趴。这周月考没关系，我们的声音装预测一路预测到，我想一下，对，只能预测到5月25号，在我开台之前收件截止。好，所以5月25号1点停止收件，好不好？好，期待他画出钢弹。好，我相信他画得出来，好不好？来，谢谢。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猪猪姐姐，我应该怎么继续创作下去？我们这个就是堪称当代艺术大作，就连我现在也在犹豫，我到底要怎么创作。等一下，我犹豫了。现在这个状况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好不容易开启了，就是800年没开启了这个笔刷的部分了。我们稍微就是把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刚刚看不太清楚的东西我们把它柔和化。这个社会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有一些棱棱角角，这是有机会越磨越圆的。我们现在要把它就是稍微的融合一下。对，我们这个当代艺术创作的这个部分，就是里面可能有非常多锐利的一些成分跟元素这个基本上年轻人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但是还着不晓得为什么就变得圆润了，就变得就是处事圆融了。这个基本上这个尖锐的部分，我们是有办法越磨越圆融的这个对这个我追一下聊天室这个聊天室一直跳掉对，然后凯文，我的亲爱的文文，亲爱的文文，他们说我画出来的这个当代艺术大作不如他家儿子画的，真是太过分了，是不是文文？文文，我这个当代艺术大作居然无法比拟就是小学生的程度吗？我认为刚刚是不是我们稍微有一些，搞不好我们张大千已经开始在称赞我了，或者是反骨已经默内，对，他们一定就是在天堂上面默默的赏析着我这个当代艺术大作，对不对？是吧，文文？不要瞎废话，我闹学川普讲话。对，我就为了激起你各位的信心，给我好好的创作吧，不要停下来，给我好好的创作，知道吗？至于那个谁说很像金麦，来，金麦的德里，很像螃蟹是在哪里？我没有看到哪里像螃蟹的元素。来，我们继续，不要停，我们这个当代艺术大作，螃蟹是不是？等一下应该是说这一块吗？很像螃蟹吗？很像螃蟹，就画的这样。你看，我们这样，我们姐妹非常会给我情绪价值。好，亲爱的我们姐妹，你觉得就是老师今天有办法完成我们的当代艺术大作吗？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现在时间来到2点35分，我相信我今天应该 maybe 应该在好，我们3点或3点半左右就可以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当代艺术大作了，好不好？对，哇，我在等一下，学川吧，等一下，欧丽先生，你跳出来怎么回事？你现在应该是我的友军吗？等一下，我觉得他怎么样都不像螃蟹他到底哪里像螃蟹了？好，既然我不晓得怎么把它变成螃蟹，我就把它变成它很可爱，它真的非常的可爱。然后好，它上面绑了一撮头发，
花椰菜，他是一个爱吃花椰菜的好孩子。对，上面应该是要吃花椰菜才会长高。他是花椰菜太郎。对，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朱蒂卡剪影是不是堪称当代艺术大作之外，还就是兼顾了就是我们小学生要补充的这些营养。我们的青花素哦，我们刚刚已经就是吃完午餐了，马上就是等一下那个下午的那个点心时间了。小朋友，你们的三色碗等一下记得要拿出来哦。等一下如果有那个花椰菜，把它吃掉，不吃掉打屁股，知道吗？完蛋了，现在一群人又要打屁股了。对，我现在等一下有花椰菜太郎会出现哦。哦，好漂亮哦，对不对？对不对？你看这阿姨说他会接话讲，叫姐姐，尊重呢，有吗？叫姐姐，长得花椰菜真的很可爱，对不对？是不是？毕竟就是我们生而为 L 爸爸的小蝌蚪们，我们要传承这个青蛙的遗志下去。既然都已经变成了一只青蛙了，那既然都已经变成一只，就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那就努力的变成青蛙吧。努力的往前变成一只优秀的青蛙吧。谢谢你们的提醒，让我想起了我很像应该是一只青蛙。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就彻头彻尾的当青蛙吧。你们觉得如何？我们必须传承 L 爸爸的遗志，而且这只青蛙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很爱吃花椰菜，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花椰菜太郎，好不好？很可爱的。等一下哦，笔刷跑好慢哦，等他一下。画画画画画，好，青蛙，好像它青蛙雏形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让它青蛙，青蛙怎么画？等一下。超青蛙树，等一下，青蛙，等一下哦，就跟你讲叫姐姐，你不能逆人设，知道吗？牛妈，青蛙怎么画？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等一下哦。F 老师怎么了？F 老师没有怎么了 ，F 老师最疼我们了。青蛙怎么画？完蛋了！青蛙很像是这样子画吗？然后它有，等一下，青蛙怎么画啦？好可爱哦！青蛙应该呀这样吗？然后呢？这样啊，这样，等下青蛙怎么画啦？在这里，我们诚挚的邀请你各位家里的富二代们，对，拾起你们的画笔，你们如果要就是印出来，用纸张。然后再拍照给朱蒂卡也是没有问题的哦，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他们不会用数位板，用涂鸦的方式也是非常欢迎的。这样子吗？这样子，然后这样吗？这样吗？这是等一下，这因为是非常具有后现代感的青蛙，所以它的脚不晓得为什么会往下垂，对，它的脚是会往下垂的，对，这个是。对，往下垂，对，它是无限纸青蛙，很多纸青蛙。说日本的，等一下哦，我还没画完。然后至于为什么青蛙它外面有这层，是这样子的，它这只青蛙被巫婆变成了，诅咒的王子，所以这只青蛙也是富二代，对，只是它被诅咒了，它也是一只富二代青蛙，然后它被诅咒了嘛，那就会变得很奇怪啊，对不对？所以它就是要去找寻，亲吻它的公主，好，亲吻它的公主，
那这个公主首先必须呢，不能讨厌花椰菜，对，因为这只青蛙头上就是长的花椰菜，而且这个富二代这个种族，他们家的睫毛都特别的长，对。越南大战的外星人是什么啦？不是，我身为 LF 家的一份子，我们这个青蛙的传承不能停，知道没有？来，我们这个青蛙很好，然后接下来轮到了我看一下哦，我们填色哦，好，我们这个填色部分，对，我们这个青蛙，对，这个青蛙他们这个王子哦，这个有机会可能是那个印第安血统哦，所以即使被变成了青蛙，但是他们那个后方的这个印第安的这个饰品什么之类的，这个这个传承的这个印第安风格的这个有没有图腾这是应该是挂在他的头上了是不是？好，然后下方我看一下。头上就是对，就是因为巫婆就是知道说很多小朋友都讨厌吃花椰菜，所以故意在她头上长花椰菜。因为就是她要找到亲吻她的公主之前，这个公主不能讨厌花椰菜，所以这是一项非常非常困难的任务。好，接下来下面我想一下怎么画，下面要怎么画？对，这个是 LF 爸爸的新衣装预测。我们真的做人要饮水思源，就是即使是新衣装预测，我们还是要就是好好的在这个新衣装预测的时候，感谢一下我们 LF 爸爸的疼爱。来，我们这个下面我们就当做是这个水中好不好？水中就是像青蛙，它就是望着下面水中，然后希望有就是帅气的这个它会出现。好，我们现在就是倒映水中，倒映水中的他。通常这个青蛙王子在看着就是倒映水中的自己就很帅，对，但是自己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把这个情境画出来，我们先把这个水中的感觉画出来等一下，不是都已经那个了吗？好的，有了。我们把这个湖面，等一下，好，我们这个湖面非常清晰可见。好，整个都变湖面了。等一下，好，这个是就是青蛙在看着这个湖面。他在欣赏他帅气的样子，可以不要吃葡萄干吗？我们青蛙很努力在欣赏他很帅气的样子，可以不要吃葡萄干吗？然后，好，这个水中倒映的感觉。好，我们水中倒映的感觉，我看一下。淡定。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个水中倒映的感觉，这是水啊，水亏啦。好，然后现在他就很帅气的。要看着自己湖中的倒影了。我们帅气的看湖中的倒影，我想一下，湖中的倒影应该是很帅的，所以应该是哇，真是这个帅气的他，这个头到底是为什么这么长呢？
你们让我思考一下，这个人类，等一下哦，这个人类为什么头上长了这个好，这也是他们印第安王子他们家族的这个好，这个很帅气的，对，好，他们家族都喜欢吃香菇，好香菇，所以他们头上都长了很多香菇，所以他很缅怀他们家的那个家族的香菇，但是现在呢，家里却长了，不是他现在头上却长了花椰菜，他觉得很难过，好。那这个锁骨画出来就很帅了，这个锁骨画一下，好，这个锁骨有锁骨还在，对，谢谢雨仙加入了文化部爸爸台湾话助演，柚子你好。你现在记得要填单哦，我们的那个表单就是您现在加入台湾话组员的这个组员的这个部分，您在我们的那个什么贴文社群贴文就会有呈现看到，我们的表单目前开放给大家填写中哦，谢谢。这个原住民是崇尚香菇的一族，所以他觉得很惋惜，为什么他现在头上只能是花椰菜，不是香菇？他很怀念他以前的头上的大香菇，好不好？只有王室，只有王族才有办法长出香菇。对，香菇是他们家族的荣耀。好，我现在要把它画得很帅。来，我们开始来描绘这个帅哥。Uber 哦，真的有够帅！缘投 Uber， 这是台语的博大精深。你缘投那是下了去的，真正缘投啊！既然哦几啥嘛，真正缘投咯！他现在真的很帅了，因为他的脸上浮现了源头2个字，缘投，台语缘投，好不？台语缘投，我应该台湾政治没有搞错吧？对哦，朱迪卡之语就是推广就是台语文化，现在努力的就是在跟大家一起学台语哈。我们这个源头缘投哦，这个基本上就是写上去就真的是EK man 的啦缘投，我们来查一下缘投，嘿，真正是缘投呢，要不要？缘投，好，来缘投，缘投，是不是？来，我们台湾政治复习一下，来111这个 REUL 的多的缘投，基本上这个缘投这个缘呢，很像是韵母的部分了哈。这韵母部分呢，基本上礼拜5我们才会学习到了哈。但是我先标上去了，缘投我们把这个缘投也标上去真的缘投一下去真正人的缘投啊啦投，然后我们那个声母的部分投一投5应该是安内吧，我应该没有拼错啊，所以啦，没有错啦，我这个礼拜5的那个韵母考试一定是100分啦，好不好？所以啦，来缘投，我们把这个音调也标出来缘投，好不好？好，我才不会浪费就是台语老师的苦心啦缘投所以啦我们这缘投上去，我们这个王子非常缅怀他非常帅气的样子，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果然在3点之前给予大家就是2026年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后现代艺术美感的这个大作，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捧一下催泪。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各位小朋友们，请问有拾起你们的信心，要一起参与我们这次的新一装预测。我们的新一装预测很好玩咯，你看就是头上一开始被说像螃蟹，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想象力激发出来，想象力就是你们小朋友最棒最棒的超能力呀！听老师的话，一起来新一装预测吧。我们的新一装预测的下载连结现在就在置顶连结不在置顶连结，对不起，置顶连结那个是抖内的，不好意思，你点下去如果想要抖内也是可以的啦，老师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你的抖内会出现在下面。对，那我们的新一装
预测是在资讯栏下方就有云端非常非常大的原档给大家小朋友一起做创作咯。欢迎老定姐老看阿布加巴。等一下，我最一下聊天室。等一下，我差点不能播。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学姐，我们也恭请这个学姐家中的混血公主王子共同参与我们的新衣装绘制。你们想印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或者线上创作，我们的原档现在都在资讯栏下方了吼，欢迎大家牢定加老卡阿布加巴。我相信我这次这个2022年4季创作一定激起了你各位非常非常强大的成就感。你们怎么画都会比我好看，知道没有？名字找的电线宝宝等一下，鲱鱼罐头加葡萄干，为什么要把鲱鱼罐头加葡萄干？好可怕！对啊，对先生不可以，那个太可怕了。一小文猪猪新衣装预测涂鸦，谢谢小李宝贝。那我们就基本上晚一点我会在 Twitter 公告，就是我们收单就直到5月25号的中午1点为止。因为中午1点我们就正式要公开我们 L88以及我们小新老师的新血了，所以。对啊，再收下去，那你得不要康啊啦！所以我们就是统一收到5月25号中午1点，我们就结单了，对，结单。怎么一会儿这个科幻动画星座？不是啊，我在正式的为你各位尊爵不凡的总裁们再次介绍，它是一只悲伤的青蛙。等一下。我在介绍它的时候，我的 BGM 不应该是这么的台味。等一下，我要好好的替各位介绍，它是有故事的青蛙，好不好？好，来，那就决定。谢谢大家，请听我娓娓道来这只青蛙的故事。这只青蛙，它原本很乖了，只是交了坏朋友。因为交了坏朋友，可能不小心。在巫女的珍珠奶茶里面放了葡萄干，这个恶作剧呢，让巫女震怒。对，来，还没有加入的小朋友，欢迎入座。猪猪姐姐要为各位讲这只青蛙的故事咯。来，快点坐好，坐在线线里面，要乖哦。讲完故事，我们待会就要吃点心了。来。所以跟你们讲说，做人不能调皮。为什么要听老师的话？就说这只青蛙，它就是交了坏朋友，交了一个爱吃葡萄干的坏朋友。所以某一天，故意把那葡萄干放在巫女的珍珠奶茶里面。巫女震怒，对，震怒，把它变成了一只青蛙。那这只青蛙，它的前身其实是王室贵族，对。那这个王室贵族呢，同时也是原住民。那这个原住民崇尚杏鲍菇，于是只要是王室的血脉，头上都会长杏鲍菇，没错。但是呢，他今天因为调皮付出了太代价，他那引以为傲的杏鲍菇变成了花椰菜，好难过啊！王子真的很难过，太难过了。虽然说他现在变成了一只青蛙，但是他还是保有他们原住民的血脉，他们王室的血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加上原住民的图腾，以及非常高尚的杏鲍菇。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杏鲍菇在变成青蛙的同时，变成花椰菜了，噔噔噔噔噔。于是他很难过。巫女跟他讲说，他实在是太坏了，他必须要找到可以爱他，也爱花椰菜
的人亲吻他，他才能解除魔咒。于是啊，这只青蛙每天期待着可以遇到可以接受他的人，可以接受变成这样的他，头上长满了花野菜，所以每天都会在湖边哭啊哭啊，看着湖边里面映照着以前帅气的他。没错，在湖面里面就是金恩岛的一个欧吉萨嘛，就是他以前的样子啊！看看他尊爵不凡的头上的杏鲍菇，那是王座的象征啊！只要有王座的血脉，头上必定长出杏鲍菇。如此帅气的他，头上不只印出了以前的他的杏鲍菇，还印出了恩岛两个字，代表他真的很帅，真的很帅。但是一切也来不及了。谁叫你要在巫女的珍珠奶茶里面乱放葡萄干？乖乖的反省吧。所以小朋友们，你们可以乱在人家的饮料里面放葡萄干吗？来告诉老师，可以还是不可以？不可以嘛，对不对？青蛙受到了惩罚，他现在至今依旧还在等着可以接受他头上是花椰菜又是青蛙形态的他。我们一起祝福他好不好？的话才是什么贵族视角？小朋友们，你们很奇怪，老师明明在讲一些很感性的童话故事，你们为什么就是问出来的问题都很奇怪？他原本是伊姆达同学，你说他原本是阿瓦都利亚的王子，他那天在皇宫里上网加入一个群组，于是他搭飞机来到了缅北，一下飞机就被巫女抓走。他起来说：“等一下，这个这么黑暗的故事，为什么我们牛荧幕小朋友你会知道？是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说的吗？”我说：“比你有岁，不是。”身为老师，你们要乖乖学习社会化，跟上老师的脚步，知道吗？可哦，是不是？是不是小喵喵？你看，我觉得女生就很乖啊，就女生就乖乖的听老师讲话就对了，还说很可以，不是吗？男生就是会想说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只知道杏鲍菇就是好吃，对，很好吃，好不好？我会让对方心甘情愿放入葡萄干。男生真的很奇怪，都不能乖乖的听老师讲话吗？所以趴桶的话就等一下。我没有，你们这男生真的很坏。你们等到点心时间，男生不能吃点心了，完蛋了，怎么办？女生就乖乖的听就好了，都不能像女生一样乖乖听课吗？是不是？今天这么讲就等一下请正石头广告。等一下你们这些男生真的是太坏了，不管你们要不要社会化。等一下为什么我的画面？等一下我的画面为什么是歪的？等一下，好，他回来了。不管你们要不要社会化，社会化过程真的是太重要了，知道没有？谢谢大家，总之欢迎一起参加朱迪卡新一装预测。我们相信今天这则故事一定带给小朋友们满满的心得、满满的感动，以及满满的动力，因为你们用脚画都可以画得比我好，知道没有？没有点心要讲，你真完蛋了你！飞雪小朋友，你怎么可以抢女同学的点心？谁教你的？怎么可以这么坏？你再去抢女同学点心，你等一下没有点心可以吃，知道没有？不可以这样子不乖。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小朋友把你们水壶拿出来喝水，我们一起喝水。喝水完，我们等下一起去尿尿，知道没有？要去尿尿哦，要不然等一下想尿尿，等下老师生气哦，知道没有？好，很棒，喝完水了，走到走廊排队去尿尿。那个谁最后一个记得关门，等一下见，拜拜。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
想你听你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猪脚囤足机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对不起，同学们，刚刚老师切错了那个，对我们进入了一个不能进去的潘朵拉的空间，而且很好笑的是，那个空间还没有那个音讯的那个条，你知道吗？我就哑巴吃黄连，想跟你们讲说，哎呀，对，切错了，你们听不到我，你们听不到我啊！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演了。好了，我追一下聊电视啦。小朋友们刚刚都尿完了吗？有没有人没有去尿的？来不及了，我们现在要吃点心了。好了，这是不是我们水灵宝贝？我们家班长就是如此聪明，被抢就抢回来就好了，对不对？很棒，很棒。你都偷塞芋头，你说我们家妮同学都偷塞芋头给少全吗？来，小妮在哪里？出来，老师找你，你过来。听说你偷塞芋头给少全吗？干得好，加10分，去领贴纸。少全仔，这今天Seven 先生回来，跟着提纲别的 Seven， 你是不是偷偷加我高阶会员？水母，我跟你讲，你来的正是时候。等一下，我突然台语卡住。你等这个好时机来到着迪卡频道，来，我跟你问，之前我有发现你甲你我的高阶会员
之前我发现你加入我的高阶会员，迄当阵我就跟我观众讲，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观众说，你一定是因为我的精明干练加你点，一定是因为安呢。水母先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日前发现了你偷偷加入我的绿界高阶，我非常的欣喜，非常的开心。但是你一定是因为我的精明干练而加入的，对不对？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因为精明干练而加入的，对吧？是吧？Say yeah,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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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yes 啊！现在猪猪老师在盯着你哦，叫猪猪老师盯着你哦，你要乖哦，知道要怎么回答，知道怎么是社会化、政治正确的回答吗？刚刚的课有听齁？等一下，想要周边，我就问水母先生，想要周边是想要我们文化部爸爸周边的意思吗？哦，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想要文化部爸爸周边，听说直接150块。但是我们这个水母先生直接冲顶了，是不是？哦，不只有文化部爸爸的周边，还享有朱蒂卡帮您尊爵不凡的填单之外，还有朱蒂卡独家回馈的这个点心周边。还是说你根本不晓得有这个什么点心回馈？你只是看到说150块文化部爸爸的这个加码周边想要来。我们这个加码周边这个好想要，4月份的好想要，对的150块是不是？好，这是不小心为什么这怎么点到3200怎么3800然后怎样反正有就好啦，不管加多少，这样是这样吗？我们之前有会员很可爱哦，高阶加进来跟猪猪讲说，猪猪，我最近收到那个全家是你寄的吗？我说对，记得去领取哦，不然食品类的还是希望你们早点吃掉。不是啊，为什么要寄这个？然后我就惊呆了，为什么要寄这个？为什么要寄这个？请听我娓娓道来。这个至于为什么要寄这个，基本上是本频道高阶会员的这个主打。说猪有这个，我只想说我看到3800我就加进去了。我说这个不管怎样，请收下，谢谢你的支持。这个3800这个不便宜啊，对，还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个，超好笑。我哪有飞雪投降，我这个老师最政治正确、天真善良、无害的，对不对？周边的话，欢迎猪猪周边卖场。是的，如果是周边卖场的部分，也欢迎大家扫空它，好不好？我目前5月份要更新很多漂亮周边了，在目前的周边卖场，就是我们雪灵宝贝替各位放上我们的聊天室的这个部分，已经是仅存的最后的通贩现货，售后不补，好不好？想要周边的不想自己填，太棒了！不会填单，只好请朱蒂卡帮你填；不会填单，只好加入高阶会员，让朱蒂卡帮你填。我跟你说，这个水母先生，只有我们高阶会员真的都是这样，好不好？很棒，好不好？亲自帮您示范。猪，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填那什么表单，你帮我填好不好？帮你填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就对，不过就加入了，好，猪麻烦你了，好，就消失了，完全没有过问任何高阶会员回馈，只为了猪尊爵不凡的为您填单，很棒，我们水母就是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这样好不好？老师没有哪有，我极力给你好不好？什么叫 low 啦？我没有打 low 啦，学哥，我没有打 low， 完美解答，好不好？好。果然我们大佬们真的很会玩，好不好？朱蒂卡尊爵不凡的填单果然也吸引到你各位加入高阶会员的这个欲望，很棒。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尊爵不凡的为您填单这个服务真的是加的太好了。是的，2月塔瓦先生大老型真的是海底捞，但是我很像渐渐稍微有点摸到了，很棒，但只摸到一点点。一条龙服务仅限于高阶会员，这个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一条龙服务真的是太重要了。果然尊爵不凡，如此的尊爵不凡，好吗？等一下，付点服务费，你看，哇靠，这个服务费值3200跟3800。那水母先生，虽然说就是这个3200开里币，开就是花下去，开了去啊，朱蒂卡也当帮你填写，填写，对，朱蒂卡可以帮你填写，对，但是请记得我们
基本上在月底或者是月初会收到高阶会员回馈，到时请您就是要记得收件，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哦。什么叫做同流合污？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囤积我的高阶会员回馈，对，囤积到我亲爱的翁姐，我的保险业务员都非常非常的担心，他不担心我，是担心你各位的肠胃，好不好？也谢谢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各位每个月的加持，然后朱迪卡在这个频道也努力的让各位每个月的回馈都非常非常的在有保障、有安全的这个情况下制作出货，好不好？就像我们的阿崔，对，直接在年初一整年吹了起，好，享有一整年尊爵不凡的填单服务。但是我们的文化部爸爸这个加码基本上就是半年为期限，但是至少是半年不用填单，好不好？也感谢水母先生，因为不想填单，直接加入了高阶会员，很棒，果然是你各位大佬，我摸不透你们，好不好？阿崔，我们迎来了一位新任大佬，他叫做水母，目前在线上。对，他跟我讲说他不想填单，他不晓得怎么填单，于是加入了高阶会员，真的是喝吧，华夏催蕊。对，不是我们是猪吗？那水母先生那个猪为什么上面有草字头？而且水母先生，我还记得去年 V Stage 演唱会，你在最后帮我们就是那个被揍队伍，就是被揍队伍，就是那个照片，我现在还留着，我就觉得超可爱。那个被揍队伍，你各位尊爵不凡的那天被揍的那些留存照片，实在是太过重要了，好不好？我今年就是这个什么金币奖的什么什么什么奖什么奖什么之类的，有机会就是我也是投报他。对，你各位在这一整年这一年度跟我所留存的这些照片，我不会放过你们，全部都会放上去企划书里面哦。连同尊爵不凡的录音的大佬们，你们的声音也会被评审听见呢，开心吗？海底捞公司不排除递告，可是我没吃过嘛。你说我真的要告，就是至少等我吃过再说嘛。我真的还没吃过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啦！原来这个一条龙尊爵不凡的填单服务，就是真的还有吸引力哎。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服务可以就是为您各位就是有一些吸引你们加入高阶会员的诱因，真的觉得我果然不懂大佬，我果然不懂你们。对。但是呢，4月份猪猪一样会在4月的最后一天，或者是5月的第一天，为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做整理。对，然后也谢谢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4月份的透卡，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还在观望的话，欢迎现在就可以加入150块会籍，文化部爸爸补助加码的台湾话猪猪园哦，谢谢你们大家，好不好？谢谢。就要马赛克该去海底捞做美，为什么要去海底捞做美甲？谢谢你们大家，那今天猪猪很开心，可以在今天公开我们新衣装预测的部分，来哥来几拜哦。迪卡请行杀，欢迎大家5月25号来跟猪猪一起见证 L 爸爸在 4.0 好不好的鬼斧神工，细节藏在魔鬼里。好啦，魔鬼藏在细节里，以及小新老师非常高端的建模，从头到尾很多细节都会让大家很惊讶，非常的，只能说就是哇，真的会从头哇到尾之类的这些非常完美的集合体。袂做啥先做鸟，袂给人先生囝，大家做回来又看买要我请下哦，欢迎5月25号。那一周一定都要来看猪猪哦！那一周我们就从新衣装公开开始，一路就要开到5月29号礼拜五，然后猪猪30号就会开心去庆生了。对，那天可能见红就休没有办法开台，但是那个礼拜我希望可以开好开满，连同我的惊吓生日蛋糕，我那天也会那个礼拜也会好好的吃给大家看，好不好？然后最后感谢国学老师制作这个非常跳脱我们长辈图美感的这个农民历版本的新衣装预测，猪猪真的超喜欢的，好喜欢。也谢谢可叶哦，他有美甲区可以，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还真的不是大佬救命！提供免费的美甲服务吗？真的假的？
等一下，海底捞它不是卖火锅的吗？为什么它服务这么多元啊？请问我就问海底捞员工一个月领多少？他们除了卖火锅，还要做这么多的跳舞啊、美甲服务啊、情绪价值啊，他们一个月有领到4万吗？如果有的话，好像还勉强算合格；如果没有的话，他们这样好血汗哦，没有问题吗？宝贝呀，醒杯哦！好，谢谢大家，时间来到了3点18分，不知道，天哪，好血汗哦！但是如果没假的话，不晓得为什么有兴趣。好啦，大佬星海底捞，水母，你如果还在线上的话，记得私讯猪猪您的生日，好不好？还有就是全家店到店冷冻的收件店铺，以及黑猫。宅急便，如果说您之后都会选用黑猫收货的话，也可以给我就是您的收件地址、大名，还有您的手机之类的。感谢我们最近又加入一位新任总裁，加入的原因是猪猪我不会填表单，帮我填，超可爱的水母先生。对，水母先生，如果就是那个比较没有空用 DC 的话，你再跟猪猪说要怎么联系你会比较好，好不好？没有关系。对，最近在什么台中的大圆白是不是？好，南投有没有海底捞？在台中，那你们可以台中约一下了。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些，我也是第一次。2月涛啊，我不是大佬，我果然不是大佬，天哪！好啦，各位沿岛的各位外面山，那今麦来找一个降落的地点啦吼。然后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算是。从波美的联动那边过来的这位观众吗？真过，谢谢你的抖内哦，很开心可以看到你过来找猪猪。不嫌弃的话，我们中午时段都可以来看一下这只猪在不在。哦，中午时段好不好？猪猪只会开中下午时段，见红就休，晚上也休息陪家人。哈，一路也经营到第4年多了，很谢谢大家的照顾跟支持，谢谢你们。然后今年5月份也要迎来我们的生日季了。好开心，大家一起来玩哦，好不好？我们的相爱相杀就在我们的生日季，好不好？那么接下来猪猪也差不多，我们来找一下降落地点，因为等一下我又要稍微的文书工作一下。来去找吉卡酱，我们的冲绳美丽人鱼，好久没有在中午时间看到它了。也谢谢吉卡酱，在我们去年募资的时候。也是有过来支持猪猪以及投递我们的募资，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你所参与的不止4万吗？啊，是我的猪子，也就是说他们薪水有4万以上，其实我觉得也还蛮高的诶，很厉害。感谢猪子，最近你买就不有没有？我们加入了新任总裁，你知道吗？猪子他的原因是猪猪文化部的表单我不会填，你帮我填，谢谢，然后就消失了。我真的觉得这句大佬真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没有吃过海底捞，真的没关系。但是继续揣摩大佬的心情，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去台中吃抓史莱姆，抓小鱼宝贝是不是？好，都吃，喂饱它。专业的美甲师和服务员是不一样的，原来是这样子。好啦，你们吃一次再跟我分享心得哦，谢谢你们。新一装真是大公开，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原档老丁就老卡布加吧，一起来帮猪猪创作。相信经过今天的创作，一定让您各位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心，好不好？那当天就是不限创作的，算是一个人可以多数创作是没有问题的。刚刚大家也算是一起算是通过决定了吼，就是只要你们敢投。有投复数的也是没有关系的，欢迎大家多投递。然后想要邀请你们家的小宝贝，然后1岁2岁的随便涂鸦也都可以的，或者是非常非常具有艺术气息的，可能你们的富二代、星二代都可以。广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猪猪姐姐的新衣装预测，因为我很喜欢看小朋友的涂鸦，都好可爱。对，即使上面只有1撇1点，我也会给予满满的情绪价值，不用担心。我就最喜欢小朋友的创作。好了，谢谢你们。我们来去片尾咯。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ちか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ちかちゃん的到知花ちかちゃん
我们漂亮的超神人鱼的频道了。我其实不晓得这个讲这边在冲啥，我连看都没看它的主题，我就想说降落过去。也谢谢芝花去年在木之的照顾啊，下次再去找他吃饭饭，该约了。是不是珠子你们都不懂，所以请我填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我懂了，谢谢。微普爸爸也欢迎，微普爸爸可以邀请你们家的小王子一起来创作猪猪的新衣装大目册，好不好？那我们的 hashtag 基本上待会我会发推，让大家可以 take， 就不管是你是列印出来，把小宝贝的作品就是照相，然后再上传上去，也是都 OK 的，看你们想要什么形式。总之就是欢迎都上传到 Twitter hashtag 迪卡请行发。好，那 hashtag 的这个台湾政治，待会我也会直接放在Twitter 的部分，让大家可以复制贴上就好，好不好？谢谢大家啊！阿修罗老师，不好意思，今天不好意思。在你面前献丑了，也谢谢阿雄文老师。去年在我们募资开头就真的是很挺啦，在我募资开头的前几笔就是我们阿雄文老师哦，谢谢阿雄文老师的支持。我们的专辑真的实体也要进行预购了，在4月底，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阿雄文老师，不好意思，今天献丑了，对，希望你没有吐血。谢谢你们，我是咖喱沙巴哦，可燕你也辛苦了，谢谢你们。那我们去找芝花玩喽，明后天见了，大家拜拜，拜拜。